可爱吗？这4颗树心料啊，树心料圆圆滚滚的，然后切面的密度，来，你来看一下切面的密度吧，全部都是实心满油的。这4颗全部都是9分沉水的啊，但是味道足足的凉，大家相信我就可以了。能被称为达拉干的沉香，味道绝对不会差。而且这种天珠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看这一颗，做一个包巾，上下做一个包巾，然后直接佩戴大小，非常的漂亮。过年大家可以给自己准备一件礼物了，我觉得沉香就是不错的选择，真的。你看这一颗，这一颗是稍微带那么一点点雕刻，我们是直接打好孔的，看到没有？然后可以直接这样佩戴。这种形状的啊，建议大家都去做一个包巾，因为做包巾之后，它会更加的出彩，更加的亮眼。因为沉香它本身就是这种磨砂质感的，比较朴素的这种质感，有内涵，很高级。味道好。行了，这4颗喜欢的朋友可以给我留言了。